继续来看联电的创办人周兴成，到底有寄付1500万予清华大学无？周兴成再度来破文，强调讲，家己将来拢无承诺讲要寄付，啊讲1500万当年是董事会同意通过，甲家己无关。周兴成指控清华大学甲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共同谋划统战。 王晓玲回呛到周兴成，讲这前后的讲法已经有6个无同款的版本，讲周兴成造谣言已经变做一种的惯势。那清华大学面对着质疑，也无回应。 真专心咧看棋盘手掠棋理，联电创办人周兴成30年前甲已经过往的清大校长沈君山行棋所产生的捐款的风波，搁再引起关注。周兴成礼拜并且搁再破文，话头中嘛讲清大甲王晓玲合无统战，搁讲当年是经过联电董事会同意才捐款1500万，家己从来唔捌讲要捐款予清大，讲王晓玲是恶意诽谤。第一次的发言是最准的嘛？ 那他既然有那么多次的发言，每次版本都不一样，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跟哪一个版本哈。那就让这个曹新成哈，那继续说。那清大他也表达他的立场。王晓玲嘛透过面册回击，讲周兴成前后已经有6种无同的版本，讲对方是讲白贼关系。媒体人黄树修嘛质疑周兴成行棋输1500万，所用公司款纳输人者，要安怎对股东交代？跟联电捐助给清大非常多钱，这也是个事实。 那我们认为清大这样的危机处理也非常的不恰当。大把变甲30年前的约束提出来讲，董事人之一的清大校长沈君山已经过往，不过周兴成甲王晓玲继续交锋，恐惊暂时也被收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